是我故意迷路，只是从来没看清楚。无常被我当成永远，一个念头开始走动。不知道于是造作，也该选择推着下一个。佛陀说这叫做无明，于是心慢慢形成。意识投身，世界展开，面随身体挤出来，也必舍身意。开始认为这些是我，世界进来，心也打开，有根流进不停往来。我开始分别记住习惯，却没发现接触之后感受出现，喜欢不喜欢不在意，我想留下快乐，我想悔改不安，于是爱慢慢升起，一颗心开始转起。久了就变成曲，曲久了就变成我，于是有，于是生，于是老病死在此爱里。不知复仇，也不知惩罚，只这因缘一站一站成熟。佛陀说生死轮回从来不是没有理。当我看懂因缘流转怎么来，我就不再被无名的生死轮回拖走。这条路可以看清于这心。